再来看民团大厦桃园龟山校区的附近最近传出讲有人在偷看，监视器嘛拢有翕到。有受害者是讲，这查甫人伫今年6月佮捌互翕到讲伊偷摕人的内裤。龟山分局表示讲，经查嫌犯的身份会依法来甲伊上班。监视器清楚翕一个圆圆散散查甫人鬼鬼祟祟的爬壁，向他内底偷看了无偌久，赶紧逃离现场。这查甫人偷看事件发生伫2月半暝啊，桃园龟山区民团大厦桃园校区附近的大同路的巷仔底，附近的居民拢感觉是真惊。内底我入边啊，我内底拢无伫，内底嘛无伫啊，要啉酒，我要进内底拍，这种做无啊，真诶代志，嘿啊，咱拍无去啊。当然是尽快找到咯。我们这边都是很久的住家跟大学生比较多，住家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大家拢住在铺亚里啊。这偷看查甫人早伫今年6月就捌互监视器翕到偷自互挂伫外口内裤，佮将抹满液体内裤挂转去原来所在。有受害者指出，这查甫人已经是惯犯，烦恼伊未来毋知还会做出啥物憾过的代志。查阅周边住家天罗地网监视器，目前已掌握犯嫌身份，将积极查缉到案，依法就办。针对这偷拍案件，龟山警分局表示，已经照规定受理，严格查这人的身份会依法就办。另外，派出所也加强安全防治措施，甲这所在的巡逻，来维护社区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